咱的市政大哥带来这首好听的台语歌曲《最万年》，来掌声鼓励，掌声欢迎，谢谢。大家好。咱的市政大哥所演唱，哎呦，真的哈，非常的诗情画意哈。咱市政大哥带来这一首《最万年》啊，真的非常的有情感啊。尤其是讲哦，这首歌曲哦不好唱啊，因为它的这个起伏落差很大哦。这首歌你有练足久无？还好，还好哦。还好。你若看凊彩小练一下，唱甲真好听啊！哦，我讲哦，你若个互你小练一下，我看迄主唱人哦，哇，都足逊色哈，然后只有你闭落去安尼啊，真的不错。市政大哥平常时拢有常咧唱歌吗？没有，我们歌唱班都哦，歌唱班嘛是阿姨老师的哦，阿姨老师的歌唱班。这首歌袂歹，这首歌真啊赞哦。咱的阿姨老师哦，教了真正有够赞的啊！但是哦，你若咧这个学习的时阵哦，不要翘课呢。
有天天上课，这个什么时候该上课，嘿，也不要迟到早退，按你的歌唱的技巧越来越进步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期待下一次的表演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咱的施政大哥，非常感谢，谢谢。